台湾西部海峡有特有亚种的台湾白海猪，全世界存无100只。中华着保育团体行入校园，用趣味的方式教囡仔认捌台湾的特有亚种，也了解到这保育的重要性。 囡仔大声唱歌，主角是生活伫台湾西部海峡中华白海猪当中的特有亚种台湾白海猪，但即阵全球存无100只。因为咱一个西海岸，咱知影上侪就是咱的工业区、火力的发电厂，吼，啊个港口，这建筑啥物拢破坏咱海洋的生态，啊，所以因的环境呢，就变啊讲足无好的。 先了解台湾白海猪的习性，佮用游戏的方式，互囡仔哪算哪认捌生态保育。卖软断不舍，爱保护白海猪。咱这边的鱼仔足丰富的，咱一切咱生态是足平衡的。拄恁若白海猪找无物件食，就代表咱的生态出问题啊。所以，阮想要讲，有机会来较好，校园甲大人讲。 保育团体表示，海洋保育其实甲地方产业发展的关系真密，希望透过宣导活动，互囡仔了解家乡的生态，同齐守护环境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